仲要係月薪3000都可以開走嘅718 Boxster T 版哈。來，感謝江州漁火的關注，沒點關注點點關注，馬上暴富哈！馬上到100人啦，107人啦，睇落大家對呢台車好感興趣。呢台係咩啫？嚟，呢台係乜嘢車？馬年必須要揸嘅紅紅火火黑馬金盾輝嘅爆屎者啊！來睇下佢先，車匙係咪啊？邊度有網啊？你不要嚇我什麼東西呀？來看一下呢條車匙係咪啊？你係咪講呢條車匙啊？呢條車匙要搭配埋呢條車匙先可以用到嘅喎。可以掹落嚟嘅喎。嚟，老細，撻着佢。你執到條車匙，你就擰呢個掣得啦，唔好周圍問邊度有冇一鍵啟動喎。唔好撳下。嗱，要咁樣擰佢。要擰啊！擰佢好有儀式感係咪？嚟，老細。呢台咧就是我們的一個 Boxster T 版嚇。咁平一部車100。咁平嘅車100。點解個棚？係咪個棚會啱啱響定係穿窿流水先？馬上關個棚俾大家睇睇。嚟關佢咯喎，關它咯喎。聽下有冇啱啱響兄弟喎？聽清楚咯喂，睇下有冇啱啱聲喎。響嘅話唔賣咯喎，推落千燈湖咯喎。有冇響先？有響嘛？響嘅話飄個1，冇響嘅話飄個2嚟睇睇。冇響。有冇聲先？嗱，冇響唔單止咧，仲要冇穿窿、冇流水、冇高踭鞋印。吉佢都吉唔爛嘅，你睇下，篤下篤下都篤唔穿，篤唔穿嘅，放心嚇，好正啊呢台車。最硬嘅地方。嚟，用攝影師身上最硬嘅地方嚟懟佢都懟唔穿。有冇人知道攝影師身上最硬邊度？最硬邊度？最硬嗰條嘢啊！最硬邊度？嚟開翻個棚先，開翻棚先，開翻棚更加靚啲係咪？嗱，唔單止佢選配高啦，敞篷冇穿窿冇漏水啦，而且佢仲選配咗一個運動排氣喎。有冇人想感受一下呢台車運動排氣踩起身係點樣嘅先？想聽嘅話，飄個1嚟睇睇，馬上踩俾大家睇睇下。係Boxster T 版喎，動力猛獸喎。T 版代表乜嘢？有冇人知道先？有冇有人知道先？嗰條鐵咯。其實應該唔係最硬嗰度，應該係最硬係把嘴先啱啊。係啊，或者係條頸咯。嚟呢台。睇埋個內飾先好嘛？睇埋隻內飾先，你睇下。嗱，運動嘅賽道方向盤啦，彈射組件啦，羅盤啦。運動排氣啦，連個座椅都係14向電調座椅，頭枕唔係普通嘅盾輝，係刺繡嘅718嚟嘅喎。嗱，連個安全帶都係選配咗紅色嘅安全帶。嚟，有冇人飄1㗎？究竟？有人飄1嘅話呢，我就踩；冇人飄1，我熄火落車咯喎。718 Boxster T 版，沒有人想要感受嗎？想要感受飄個1，不想感受的話，那我就下車咯喎。撻着下佢係咪啊？踩2腳，踩唔踩啊？必須要踩。踩啊！攝影資格。1、2，攝影資格最硬，你好啱，你好啱，好啱。嚟，各位老細踩先。嚟，點樣踩啊？慢慢踩，快啲放。嚟，開始咯喎。得唔得啊？係咪3個飄1啊？咁我踩3腳咯。嗱，踩完啦，各位肯定好好奇呢台車嘅價錢啦。有冇人想了解呢台車價位幾多先？有嘅話，飄個888嚟睇下好唔好？飄波88啦，888嚟看一下，看看有沒有感興趣的。各位老友記，月薪3000可以揸嘅保時捷啊，係你直接揸走呢台敞篷跑車喎。嚟。2019款20年上牌，僅行駛5萬公里數，當時選配選到77萬5，落地價錢90個，5萬公里數嘅車幫你慳50幾60個，直播間報價36萬8800 ，36萬8800嘅價位直接拿下。嚟呢台咧慳60個，
如果各位老細咧慳60個唔夠，我去滾多台慳70個俾大家睇，好嘛？嚟要睇乜嘢車人都好，點擊右下角小風車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威小信。正所謂命裏有時終須有，命裏無時可以靠老豆噶嘛，係咪先？嚟咁多位老細好似睇展廳啲車睇厭咗啦，係咪都係老粉啊？想唔想睇下出邊嗰啲車先？有沒有想要看一下文姐開什麼車？想 get 蚊姐同款車型嘅飄過1，而且蚊姐而家揸住嗰台車咧，可以出俾大家噶喎。蚊姐出去收車，趁佢部車㗎。係啊，趁佢蚊姐而家唔響度，我哋低價出售咗佢台車佢啦。蚊姐部車咁興趣？有冇對蚊姐感興趣㗎？對蚊姐感興趣。對蚊姐台車感興趣嘅話，飄過1嚟睇睇好唔好？嚟，帶大家去。各位老友記，沒點關注，點關注，我們出去看一下，好吧？車源表有啲冇嘅喎。車源表冇㗎，呢台係車亂賣㗎。睇下等間嘅話咧，價低者得，好唔好？唔好話價高者得，價低者得。嚟出嚟睇睇，168位老細揾蚊姐台車俾大家睇睇，好唔好？嗱，嗰位老細。蚊姐浸除先嗱，部車有個好特別嘅。有冇蚊姐浸除？蚊姐日日都開住佢嘅，有乜可能冇佢浸除咧？必須有佢浸除嚇。嚟呢邊。大家知道蚊姐收車賣車最中意8字尾係咪先？個數字都好中意。佢除咗8之外咧，仲好中意呢個喎。好中意。你睇下啲碼都係連冧喎，444喎，740添喎，仲要係。74。係啊，740 Li 啊。呢部車落地幾？嗱，呢台車係18款18年上牌，當時嘅行政 M 運動套裝 3.0T 直列6缸嘅，有冇人知道呢架車當時落地價錢去到幾錢先？知道標喺公屏上。知道標喺公屏上邊。呢部就係蚊。或者你可以估下都得嚇，幾錢啊？落地。呢部就係蚊姐嘅車。蚊姐嘅車啊，冇錯啊！呢台係蚊姐自用車，今日先開翻嚟公司㗎，日日都開佢㗎。路上撞到截停佢啊！路上邊見到444個連冧嗰，記得叫佢話蚊姐評估下我台車咁樣得唔得？可以喎。嗱，各位老細，740 Li，18款18年上牌，行政4座版本，呢台車價錢幾錢落地先2萬。 2萬。120萬。 120萬。仲有冇？仲有冇其他答案先2萬呢個係做乜嘢嘅咧？2萬啊，俾唔得喎，2萬。2萬個音響都唔止2萬啦，兄弟。係喎。嚟呢台咧？呢台係100款嘅喎，有冇懂車帝喺度先？3020，120 AI 生成。我哋報下今日嘅時間同埋溫度啊嘛。今日係幾月幾號啊？幾月幾號睇下。2026年1月8號下晝嘅14:22分。出邊溫度咧就18度，體感咧應該就15度左右啦，有啲凍。嚟講埋呢台。最低10度啊。係。呢台咧係幾多錢落地話？啱先有人講得啱喎，好似。128萬落地嘅行政4座版本，搭配嘅係 3.0T 直列6隻缸嘅發動機，347匹馬力嘅。寶馬7系，有寶華偉健，有台顯，有底星，有電級門，全車真皮內籠之餘，仲有一個配置。仲有一個配置。就係你哋啱先問嗰樣，有冇蚊姐嘅香味？已經醃到入晒錘啦。係啊，開咗咁多年，成車都係蚊香味。驅蚊啊，必須嚟！而家賣幾錢呢？各位老細，我想問下大家，2018年8萬公里嘅車，開咗8萬公里，你哋覺得而家仲值幾錢？你哋想幾錢立低佢？你們想多少錢拿下它？28萬8。落地唔計，講而家30，而家38，仲有冇其他答案？我啱先講嘅唔係價高者得，你哋冇飄咁高，唔該晒，係價低者得。嚟，你哋再飄，再講。18萬，20個你要20左右，仲有冇其他答案？30上鏈接冇啊？30上鏈接不要。你過嚟傾啊！30都唔使你。30都唔使你。8萬8，68，咁15萬。嗱，呢台咧，我同你講，當時落地120萬嘅，開咗8年車8萬公里數咧，而家係20往上飄，唔使去到2大30萬都唔使，25都未必使。嚟
如果真係感興趣，老細你點擊右下角小風車，我報個詳細嘅車況價錢俾你睇，攞翻去貨俾3家，價俾5家都得，好唔好？嚟點樣揾到車攞資料先？嗱，各位老細，點擊右下角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微小信俾我就得㗎啦。我嘅可能擔心養唔起，你睇下我啲髮型。由佢。係咪啊？放心啦，你哋唔使驚，蚊姐親自嚴選嘅車咧係唔需要你整嘅，因為蚊姐冇時間去整佢。自己都唔得閒。蚊姐自己唔得閒整，有乜可能會揀台要整嘅車咧？靈魂發動機客，各位老細感興趣點嘅小風車客 A7 有啊，琴日先收咗台翻嚟客。咁介紹呢部整多部啊？介紹邊台呢？呢部？呢部唔睇啦。呢部唔睇。OK， 保210蚊。你開台530去換740可以啊，點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嚇。繼續介紹啲一嘢慳翻60-70萬嘅車。嗱，各位老細，廣東省車嚟一部，你哋驚啲德系車食油，驚養唔起係咪？驚容易壞係咪？咁啊，肯定會有一樣車型，大家都知道佢開油開唔壞，齊油齊唔爛，一車全3代嘅。有冇人知道？我接下落嚟準備介紹乜嘢車先？有冇廣東省老細喺直播間先？老闆們，有冇在廣東老友記在直播間？漂波1字嚟睇睇。啊，漂波1字嚟睇睇，呢台車咧慳油之餘又揸得快，而且3大件穩定，唔使你整到爬，簡直唔使整佢嘅。普拉多 R-X、ES。我哋好嘛 A7 有車，琴日收咗台翻嚟，右下角小風車點入嚟啦？嚟教你點樣聯繫下。3字頭45嘅點入嚟睇車2個字 ，A7 2個字發送過嚟嚇。乜嘢車咁犀利？乜嘢車咁犀利？呢部係咩啊 ？LS， 深圳嘅老細。ES、LS 究竟係乜嘢？究竟係乜嘢啫？鬼面罩閃電眼喎！睇下呢個燈先。睇下呢盞燈喎！閃電眼喎，好似。呢個閃啦，都幾閃啦！你睇閃電喎，3眼燈喎。呢部係咩車？呢台咩車啊？有啦，幾錢啊？啊，對標咩啊？對標奔馳 S 級，對標乜嘢啊？寶馬7系，乜嘢車型啊？行政 D 級車型，幾長啊？5.2米嘅車身，行政 D 級車型喎。嚟老細，呢台 LS。好嘢，好識貨，嚟睇睇先。動錯啲，看一下 LS 500H，啊 LS 500H，啊呢台咧係100款，你哋知唔知100款嘅卓越版本落地去到幾錢先？有冇人知道？啊，有冇人知道？嚟看一下。外觀吸引人。唔單止外觀夠霸氣，內籠都係非常之用料十足喎。呢個先係廣東人的浪漫。你睇下，廣東老友記的務實與浪漫都體現在這裡喎。全車真皮小牛皮座椅喎，啊，液晶顯示、液晶儀表翻毛皮木紋飾板、拉爬皮都有齊晒喎。嗱，除咗佢外觀霸氣、內飾豪華之外咧，仲要重點係乜嘢啊？仲有個靈魂。發動機先係靈魂啊嘛，係咪先？發動機才是靈魂啊嘛。發動機又不得了。發動機嘅靈魂不得可料喎。啊，日系轎車天花板喎，架仔巔峰造作喎。啊，啱先踩咗台波子硬響喎。冇錯。咁啊，呢台咧係淨順爽喎。有冇老細想感受一下呢台車啟動之後會點樣先？想睇嘅話 Q 個1下，我攞條車匙着一着佢。嚟看一下這台咁大隻發動機，幾咁霸氣，3.5嘅排量，唔單止揸得快，仲要好慳油，100公里油耗先至8個油。嚟，老細有冇人想感受一下先？你廣告點樣打呢部車？廣告點打？廣告直接放個香檳塔上去，啊香檳塔都唔會震唔會冧㗎喎，老細。啊，3字頭可以揸走呢台車，當年過100萬落地嘅 LS 500H， 有冇人想感受下個機頭先？係啦。如果冇嘅話，我就下一台咯喎。有嘅話，飄個1嚟睇睇。感受下究竟就靜唔靜？睇下佢夠唔夠安靜先。嚟，想看飄個1嚟看一下，3字頭就能帶走它哈。嚟。有人飄1，拿鑰匙，35萬一口價，小輝輝。我哋俾個成本價你睇，好唔好？可以加成本價清付全價俾你，好吧？而家攞條車匙去着車啟動一下，
睇睇呢個巔峰發動機而家仲係咪咁正順爽先？直播未上到200人，我可唔可以上下200人啦？未上到200人咁差嘅咩？今天的那個流量不是很好哦。上人啦，等車車，直播間1分鐘就等車車威翻鋪啦，停留1分鐘時間喺度，等我上200人啦，好唔好？加多1萬，你直接過嚟啦。加多1萬。你直接過嚟啦，好嘛？阿小輝輝，你直接過嚟啦。直接過嚟啦，都開走。阿台車我都鎖車啦，唔俾人哋睇啦。唔睇啦，我哋就。OK，嚟先上個車睇睇先。小輝輝點擊右下角小風車嚇，車車開嚟上，你又知嘅。嚟，各位老細着車咯喎。來。唔好離開直播間喎，馬上着個車先。撻着下佢。我唔出聲，你哋又唔陪車車講嘢，好悶嘅喎。嚟睇下先。液晶顯示液晶儀表，高音高低音嘅音響，多功能嘅方向盤，摸到嘅地方全部係滑捋白雪雪嘅。仲滑過18歲少女嘅肌膚，你睇下呢度幾正。車道偏離輔助系統都係有齊晒嘅。仲有2個高音喇叭，翻毛皮嘅門板，翻毛皮。仲有邊度啊？呢度可以觸屏嘅咩？都唔可以觸屏嘅。呢度呢度。呢度可以觸屏，呢度係觸屏嘅喎。觸摸板嚟㗎。觸摸板，木紋飾板，好睇過 Benz 我 Benz 我趌起身係咪啊？呢個冇趌起身。喂，指拿打拿喎，仲係非常之絲滑喎。行政車型必須要。行政車型喎，睇埋個後排先，各位老細，唔好離開直播間嚇。可唔可以試下過嚟試啦？過嚟試啦，試下佢咯，睇下呢個空間幾咁闊攞。1.8米大長腿求其放，你話接待又得，接送下小朋友都得，喺後邊打關鬥都得，冇問題。睇下呢個空間，呢個空間尺寸大到即係你唔信。對標奔馳 S 級，對標寶馬7系，雖然佢冇咁多花里胡哨，但係佢用料十足嘅喎。功能都非常之齊全嚇。有加熱嘅座椅啦，獨立嘅空調出風口啦，仲要有咁厚實嘅梳化，真皮嘅座椅都係有齊晒俾你嘅喎。嚟呢台呢，就係我哋嘅 LS 啦。咁內飾睇完啦，感受下個發動機先好唔好？巔峰機頭發動機，看一下它得不得唔得食先？嚟睇下而家賣得3字頭嘅巔峰發動機先。夠唔夠安靜？有啲呼呼聲。夠唔夠安靜？靜不靜？順不順？爽不爽？我哋又攞支香檳過嚟放。係咪啊？即係人哋攞香檳咧去測試，咁我哋冇香檳，攞支白嘅嚟測試下，好唔好？攞支白嘅嚟測試一下。嚟，老細唔好離開直播間嚇，睇下我放支白嘅上去會唔會硬硬上嚇？會唔會冇喎，我啲白嘅冇晒喎。咁冇辦法。冇喎，冇咗喎，20出頭，20出頭，收都收唔翻喎。嚟睇完個發動機，睇完內飾啦，車況冇問題嘅嚇。報個靚價。有冇老友記中意先？有老友記感興趣，漂波1嚟睇睇。如果你哋有人感興趣，我就報價；冇人感興趣，我就走啦。下一台啦喎，好唔好？包個靚姐給大家，來適時落車。嗱，1、2得2個老細感興趣係咪啊？冇問題。嗱，今日刷到車車直播間，你哋真係有福氣啦！因為而家你放喺10日之前呢，都係用呢個價賣俾大家。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刷到我直播間係用2026年嘅新報價俾大家。嚟睇下呢台車，18款19年上牌嚇，9萬零公里數，3.5油電混合，當時落地成8萬嘅車，而家展廳係報36萬8。但係你揾我。留言俾我發報價表俾你，成本價出，成本價加少少出，好唔好？嚟點樣揾到車車先？嚟點小風車，睇車2隻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威小信，我會發在手驗車資料發俾大家睇下。攞到呢台車嘅底價，攞翻去貨俾3家，價俾5家冇問題，好唔好？嚟點樣揾到車車？再教多次大家先。點擊右下角小風車，睇車2隻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威小信就得㗎啦，好嗎？阿施先生、阿小輝輝、
啊解放區的天啊，各位老細介紹多台啊，介紹多台非常之高性價比嘅車，呢一台好新淨。咁啱先嗰台咧叫做行政級別嘅車，咁呢一台咧就適合我哋18、22嘅小哥哥、小姐姐。啊，唔單止可以有運動 feel， 啊有咁挫嘅外觀，仲可以兼顧家庭需求喎。大豬鼻孔一出，老闆都是財大氣粗。呢台係進口版嘅425IM 運動套裝，仲要係4門5座版，帶掀背造型嘅喎。嚟睇下。布魯克林灰嘅外觀啊，撩背嘅車身加埋掀背嘅尾門，非常之運動。你睇下。唔係稍等我。寶馬5系要預算多少？預算多少？話俾我知。你睇下。呢個空間幾咁闊落，我真係想瞓入去都冇問題，塞2個車入去都 OK。裝年貨、裝特產、裝乜都得，裝逼都得。係啊，準備過年仲有幾多日？仲有幾多日過年？你哋講。問我哋啲老友記有冇知道嘅先？你哋知唔知而家距離過年仲有幾多日啊？知唔知先？嚟睇下呢台啊！我們的一個425IM 運動版本，大掀背造型，4門5座版本，兼顧到家用又夠型仔嘅車，仲俾埋無邊框車門半隱藏式把手你，仲要係寶馬中嘅經典內飾顏色，干邑棕內飾喎。嗱，丁字褲方向盤啦，末代雞髀擋把啦，氛圍燈啦都有齊晒，座椅仲有腿托。嗱，40幾萬落地仲貴過一台5系，而家仲平過一台3系，仲平過一台3系。40日。嚇，仲有40日啊！你又知嘅？仲有40日過年啦，快啲準備一台戰車翻去。22款22年上牌6萬零公里數啊！呢一台車當時45萬落地，而家賣你22萬8800，22萬8800，直接拿下。嚟，點樣揾到車攞資料先？各位老細。嚟點點右下角小風車，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位小信，會發全場資料發俾大家睇，好唔好？嚟，仲有咩車要睇嘅？大膽飄喺公屏上邊。中意翻啲34。中意啲34C 56E係咪啊？介紹一部先。啊，邊個話要睇5系啊？唔睇咩？5系。5系沒有在，不在是吧？不在就過了喎。唔係唔喺度啊，就過咯喎，好嘛？哦，5系要睇係嘛 ？OK， 係睇咗5系先。OK， 睇5系咯。5系要預算幾多㗎？各位護師26款 GLC 300L 運動版本325有車嚇，嚟呢一台要睇5系嘅老細，呢台係新款嘅。2025款530Li 領先 M 運動套裝，24年12月份上牌，即係1年嘅車，1萬公里，當時要落地價錢去到40大幾，但係而家賣你33萬9800，幫你慳咗至少有10皮嘢，至少10個 W。嗱，呢一台新款嘅5系呢，全係標配都有哈曼卡頓喎。多幅型嘅輪毂你買翻去你都唔使去整備喎。嗱，半隱藏式嘅把手，中式嘅內籠，仲有施華洛世奇嘅鑽石切割氛圍燈喎。嗱，空間大配置高，大連屏，全部都有齊晒。哦，呢個後排空間打關鬥都冇問題嘅。嚟睇埋個後排先嚇。這是南寧嗎，寶貝？我們這邊是佛山貴強海拔路。後排空間獨立嘅空調，全景大天窗都有齊晒。你睇下呢隻哈曼卡頓幾咁大隻，啲音質梗硬上喎。嚟看一下嚇，呢台就係我哋嘅5系啦，啱唔啱啊？5系，你要幾多年款？你唔講我就睇最新款㗎嚇。25款530Li 領先 M 運動，1年車1萬公里，33萬9800，原版原漆。原版原漆低至20萬都可以開5系，點樣揾車攞資料先？各位老細，點呢個小風車，睇車2隻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威小信，發全場車源表俾大家睇。嗱，俾大家睇下我哋嘅車源表，24款都有嚇，24款也有嚇，30出頭嘅價格，這個是我們的車源表，可以發俾大家攞翻去睇，好唔好？嚟，下一台3系係咪啊？邊個要睇3系嘅小楊家？
好特別嘅。呢部就好特別啦。啊，三係老細飄個一嚟睇睇，山西老闆飄個二嚟看一下，即台好特別。係啊。2024款325 LIM 運動搖夜真係幾特別喎。分黑嘅中網，分黑嘅輪毂，分黑嘅倒後鏡。最特別係啊，最特別就係佢個內籠，你睇下白外紅內，看一下這個內飾。哇！啲氛圍燈正到，冰川女文版都有齊晒 4K 連屏，丁字褲方向盤，唔單止仲有乜嘢？呢個電哈曼卡頓嘅音響，呢個車頂仲要係漫天星亮晶晶喎，勞斯萊斯同款星空電喎，都俾埋大家喎。嚟老細，啊呢台車2024年嘅4月份上牌，開咗22,000公里，而家賣緊23,800。精品車況，秒過三方，原版原漆，搖夜套裝。嚟點樣揾車攞資料先？三係全場嘅話呢，300台驗車資料點小風車。唔係3萬嗰啲。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啊！問咗車嘅老細呢，我將呢個車源表發俾你哋睇，攞翻去貨俾3家，價俾5家，19萬幾開3係，開5係，可以點擊右下角小風車嚇。嚟，即係嚟呢台，隔離嗰台係嘛？喂，隔離呢台都好正喎！哇，呢台仲加平喎！金場直播冇中意 Benz 嘅啦，金場直播冇人問 Benz 嘅咩？嗱，有冇啲中意奔馳㗎？15有冇 BBA 啊？15有， 15都唔要嚟。 15都唔使都有。你想要邊一款？你話俾我知。2022款 C 級 C200L 路運動版，23年上牌嘅車，先2萬零公里數。當時呢台車要去到成35萬落地，但係而家20萬都唔使可以帶佢返屋企咯喎！嚟睇下呢台戰鬥灰嘅外觀，啊呢個咁科技感嘅輪毂，4門無視進入，仲要係新款喎，大豎屏喎 ，S 級同款嘅大豎屏，蜻蜓方向盤，新款嘅炮筒式出風口，座椅大腿托喎。電調座椅都有齊晒，仲有64色嘅氛圍燈，大天窗都俾埋你。加長加量不加價嘅 C200L 路運動版本，2萬零公里數嘅車賣你19,800，19,800可以帶它回家。嚟15萬 BBA 好多選擇，我哋5萬蚊到200萬嘅車都有。點樣揾到車攞資料啊？星星同學。同埋華富老細點擊右下角小風車，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威小信，我會發全場在售驗車資料俾到大家攞翻去參考。咩車都可以啊，1成首付啊，最低1成首付。嚟，仲有乜嘢車要睇嘅？還有什麼車型要了解的？轎車太普通，要20零萬預算揸跑車，係咪啊 ？OK， 冇問題。嗱，20零萬開跑車，有冇老細想入手一下先？家用揸出去威威佢嗰啲啊！係唔考慮家用嘅，有咗家用車，就係想完成一下自己嘅跑車夢嘅呢一台車，我可以同你哋講。20出頭嘅預20算。出頭嘅預算可以買準新，真正嘅跑車一排2座佈局，性價比高過718。20幾萬預算，原理跑車夢仲平過一台3系。嗱呢台，哇呢台係 Y 烈焰橙內烈焰橙內飾嘅咩車啊？有冇人知道？嗱呢個車頭好長嘅喎，跑車啊一排2座佈局，2即4嘅 S Drive 喎，25IM 運動版本，當年去到50萬落地嘅車，而家賣你20幾萬預算，你睇下個內飾先。嗱，橙籠嘅喎，丁字褲方向盤，仲有末代機俾擋把，液晶顯示、液晶儀表3種駕駛模式嘅調節都有，加埋哈曼卡頓嘅音響都有。你開呢台車，你唔需要擔心腰骨痛喎。台車帶腿托帶腰托，仲舒服，好開過好多過718，連啲聲浪都好聽過718。冇錯。而家先20幾萬預算嚟。ES300 有車啊，徐某某嚟呢台19款21年上牌，33000公里嘅2即4，
當時50萬落地，而家賣你246800可以帶佢翻屋企，246800。有幾多個老友記想感受？嚟有冇人想感受先？有五個老友記漂一，我就攞車匙去感受一下。想感受漂泊一嚟看一下，呢、個聲浪有回火嘅喎。一踩過去啲聲音好低沉，仲有回火，好聽過718嘅煲滾水聲。真係嚟有冇人漂一先？得一個人漂一啊！一個人漂一就算啦。係啊，因為太少人感興趣，你留言俾我自己踩俾你聽好唔好？嚟用戶老細點小風車，點小風車，看車2個字發送過來，留下小微小信，發資料給大家去看。冇錯啦。可以睇 ES300嗎？可以嚟。人太少啦，下次啦。得2個人想睇 ES300嚟一台啦。你要咩顏色㗎？我哋而家有銀色、有白色、有黑色喎。嗱，隔離啲車有客戶睇緊，咁我就介紹我就近呢一台俾你睇啦，好唔好？嚟，對 ES 感興趣嘅老細有幾多個先？飄個1嚟睇下。ES300H， 呢台係油電混合版本嘅，2.5嘅排量大電機嘅加持，0-100加速7秒幾，但係佢油耗好低喎。有冇懂車帝知道呢台車100公里油耗去到低到幾多個油先？有冇人知道？知道飄在公屏上面100公里油耗幾個油？全車進口嘅喎，進口車型油電混合藍標嘅。你放喺5-6年前呢一台車要去到50萬落地，50萬落地，40幾萬落地。但係而家賣你20幾萬預算可以帶走，準新嘅嚟。一個 ES300H， 黑色外觀好霸氣，而且佢嘅內籠係我最中意嘅秋山綠棕嘅，超新啲，嚟棕色，多功能方向盤，大屏帶無線 CarPlay 可以觸屏嘅，電條座椅都有，後排嘅空間更加之係舒服到冇朋友。你睇下呢啲座椅嘅成色幾咁新淨，一條皺紋都冇。獨立嘅出風口都有齊晒，嚟睇下呢台2022款24年上牌，先10000零公里數，26000公里保實標，16000公里保實標，一手車，原版原漆，秒過3方 S 級嘅車況。當時佢落地價錢去到30幾萬，甚至到差唔多去到40萬落地，但係而家賣你28萬8，28萬打萬算也給你省了10個 W 啦，1萬幾公里數下，佢係22年上牌嘅嚇，24年上牌。感興趣老細點樣揾到車攞資料先？日落同埋徐某某點擊呢個小風車睇車2隻字發送過嚟俾我，留低小微小信。特斯拉都有車，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微小信。記得點入去。4個1，我哋過咗款啦，下一台。咁仲有乜嘢車要睇？實在啲㗎。實在啲嘅，家用啲嘅，冇問題。嚟睇車2個字，留低小微小信嚇。徐某某點個關注啊！感興趣左上角關注點啦。我哋下一場直播踩。我哋聽日再踩好唔好？聽日再踩。嗱，今日嘅關注目標仲未夠喎，可唔可以呢個關注免費小關小注點一點？關注點幸福到永遠，行不行？嚟看一下這台，好實際喎呢一台。必須實際啊！家用車嘅定料啊！我哋公司嘅各經理銷售經理都係開呢台車上落班代步，好慳油又襟齊。7座 MPV 車型嚟嘅，豐田嘅賽納2.5油電混合嘅舒適版本，咁大一台車100公里先至6個油，而且佢嘅空間都好好用。佢有一個別名叫做空間魔術師，嚟睇下呢個空間有幾咁闊落先。雙邊電動門調節喎。座椅帶扶手，中間帶過道，我已經幫大家感受過啦。呢台車坐入去嘅舒適程度真係冇得彈，甚至仲大過威爾法同阿爾法。呢台叫做豐田賽納，又襟齊又平又慳油，100公里油耗先至6個油，代步一流。佢嘅駕駛感受同埋電車冇咩唔同嚇。2023款2.5混合動力舒適版，23年上牌，32000公里數，32000公里數，
當時落地去到30幾萬，而家賣你246800，246800，可以揸豐田賽納啊！呢一台車油電混合嘅。嚟點樣揾到車攞資料先？各位老細，右下角小風車點入去，提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微小信，留下小微小信給你們去發送資料，好吧？後台仲有一台白金版本嘅。睇你自己中意邊一款好嘛？嚟，仲有乜嘢車要睇？大膽飄喺公屏上邊，我哋而家展廳成200幾台現車咁多或者你哋啲預算啊，而家有預算唔知買咩車好，飄預算出嚟，我為你一台台介紹，好唔好？睇一台新翻嚟嘅5系啊 ，OK， 好正喎呢一台，好型喎真係。我哋5系同 E 級都有好型。5系同埋 E 級都有好型，係咪啊？嚟睇下呢台。嚟，大家都知道5系本身就好運動啦，佢再加埋呢個包圍。呢個係咩？呢個叫 M5 嘅包圍，係咪啊？睇下呢個中網唔一樣喎，中網前槓都唔同，全車黑武士套裝，啱啱收翻嚟1600公里，1600公里，新到冇朋友。嚟睇下。分黑嘅倒後鏡，分黑嘅色板，分黑嘅輪毂，分黑嘅側裙，分黑嘅哎呦呢個係碳纖維喎，碳纖維嘅後桿喎，你睇下幾咁型，哇連個牌套都係喎，呢個唔使理，牌套係假嘅嘛？嚟呢台20萬左右有咩車好多啊？奔馳都得喎。轎車 SUV 都得喎，你唔係話要 ES 咩？你留咗小微小信俾我未啊？徐總嚟呢台嗱，新款嘅寶馬5係隱藏式嘅把手嚇，嗱內籠都好正，仲要係紅色內籠連屏平底方向盤都有齊晒。雖然係領先版本，但係全係標配嘅係施華洛世奇嘅大條氛圍燈，包括哈曼卡頓嘅音響都係有齊晒俾你嘅嚇，有齊晒。咁睇埋個後排，後排。哇！呢個後排都係相當之闊落嘅喎，獨立嘅空調調節啦，全景大天窗啦都有齊晒嚇。出邊仲有一隻識得發光嘅5俾埋你，嗱識得發光，時刻彰顯住你係一個咩啊尊貴嘅5系車主。睇下先，前鏟後唇中網全部都係升級晒俾大家，呢套嘢係俾埋晒你哋嘅。嚟，補報靚價。25款530 Li 領先 M 運動25年7月份上牌，僅行駛1600公里保實標，原版原漆，仲要帶透明車衣。而家賣你346800，346800，可以直接帶走佢老細。嗱呢台車呢啲叫做性價比啦，係咪先？嚟點樣揾到車攞資料啊？點擊右下角呢個小風車，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微小信，發啲資料俾大家攞翻去參考。唔騷擾唔打擾，俾個報價表你攞翻去貨俾3家，價俾5家。20萬可以買部4系，要睇佢。20萬可以買台4系啊？4系或者係 E 級都可以。你想要睇邊台？嗱，各位老細，呢台呢係奔馳嘅 E 級，同樣對標嘅寶馬5系。佢同樣都好型喎，嗱中網都升級嘅喎，仲帶名牌嘅喎，全車黑武士套裝，連個輪毂都升級埋俾你喎。呢台都係30幾萬嘅預算可以帶走嚇。2023款23年上牌34000公里數，呢台呢係336800，336800黑色的外觀，棕色的內飾，上一代的一個連屏，來看看內飾，睇睇內飾。嚟睇睇內飾，睇下中籠連屏，柏林之聲音響，液晶顯示、液晶儀表連屏嘅嚇，加熱座椅、記憶座椅都有，後排嘅電調座椅包括遮陽簾都係有埋俾你嘅喎，幾高 level？ 而家新款嘅要上到50幾萬嘅尊貴版先有到遮陽簾喎，嚟睇下呢一台，真係太得不得！我覺得呢個款嘅內飾會好睇過新款好多，有老錢風嘅感覺。3萬幾公里嘅 E300L 運動豪華版本336800帶走精品車況嚇。嚟點樣揾到車攞資料先？各位老細，
點擊右下角小風車睇車兩隻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威小信，我會發全場在售現車資料俾大家睇。而家嘅 E 級甚至19萬幾都可以揸 E 級。嗱，仲有乜嘢車要睇？大膽飄喺公屏上邊嚇。20萬預算有乜嘢車？嚟睇睇佢啦。介紹一波給大家。介紹一波20萬預算，我想問下直播間有冇20萬預算想購車嘅先？除咗阿徐總之外，仲有邊個？喺由死。預算都係去睇啲三系 C 級。係啊，一般20萬預算你都話三系啊、C 級啊咁樣。但係我覺得咧，呢20萬預算要把錢花在刀刃上面，係咪先？又型仔又兼顧到家庭需求，呢一台車我覺得係不二嘅選擇。寶馬4系425純進口車型嘅 Grand Coupe M 運動，4門5座版本，轎跑溜背仲可以兼顧到家庭需求喎。M Power 同款嘅布魯克林灰大豬鼻哥窿，19寸拎，2022款22年上牌嘅車，當時去到45萬落地嘅車，而家賣你2字頭，2字頭能帶走，來看看4門。溜背掀背嘅造型，溜背帶掀背嘅造型，你看看呢個空間。你話家用裝行李箱，至少可以裝到4隻20寸嘅行李箱，至少可以塞2個車車入去。呢個空間闊度真係非常 good 嚇。嚟睇埋個內飾嚇，內飾仲要係經典嘅干邑中內飾喎，睇下先，好寶馬嘅干邑中內飾，好有質感。嗱，末代雞髀擋把氛圍燈啦，液晶顯示、液晶儀錶啦，仲有3種駕駛模式嘅調節，4門5座版本。你話要型，佢轎跑絕對型；你話要家用，佢5座版本4門5座版本夠晒家用嚇。2022年上牌64,000公里保實標，原版原漆精品車況，45萬落地嘅車，而家賣你22.88000。22.88000仲可以優惠多少俾大家？而家新年新報價，聯繫車車攞資料嚇。嚟點樣揾到車車先？點右下角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我將呢個車源表發俾大家攞翻去，貨俾3家，價俾5家。20萬預算好多選擇㗎。聯繫咗我哋記得留低你嘅小威小信啊！聯繫咗車車記得留低你嘅小威小信，留低你嘅136-137，大哥千萬別關機，好唔好？嚟，再嚟呢台。20萬預算整多個有個性啊！整多台更加之型啲嘅。如果你話唔想要兼顧家庭需求，你就想自己開自己型，又猛，啲動力又猛，操控又好嘅，咁你揀呢一台啦。3系周街都係啊。3系周街都係呢台，比3系嘅動力即係操控更加好嘅呢台純進口車型嘅小轎跑。小轎跑，純進口，有冇人知道咩車嚟啊？有冇人知道咩車嚟先？寶馬好似賣咗好耐。寶馬賣咗好耐，邊個講啊？算好耐啊嘛。呢台寶馬賣咗翻咗嚟半個月咯，翻咗嚟半個月到咯，半個月左右。嚟看一下4座2門版本啊，你睇下呢個溜背造型對不對？睇埋 pat pat 睇埋個 pat pat 小尾翼，分黑尾燈。小尾翼、熏黑尾燈、熏黑的輪毂都有哈。4座2門獻給你的心上人，嚟睇埋個內籠先。2系嚟噶嘛？睇下，液晶顯示、液晶儀錶、水晶3件套、丁字副方向盤哈。冰川女文版仲有2把統二俾到你喎。嗱呢一台嘅話呢，係寶馬2系，係225 IM 運動搖野套裝。咁佢呢，當時都要去到成30萬落地，但係開咗3年嘅時間，34,000公里嘅車，而家20萬都唔使，196800帶走。半個月都算耐，咁耐嘅。2.0T 排量，184匹馬力，4隻缸，動力架架效，穿窿捐罅非常之方便嚇。感興趣留言俾我，225唔得，點解唔得？話俾我知。點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車車，留低小威小信。動力唔得。介紹部430。咁細嘅一台車有 2.0T 都差唔多夠動力㗎啦，其實。介紹部430。如果你話240 6缸可以幫你揾㗎
咁啊，如果你覺得唔得嘅話，呢台得唔得啊？430得唔得？24款25年6月份上牌，先至行駛咗3000公里，原版原漆，仲要帶透明車衣。寶馬430 IM 運動耀野套裝，4座兩門版本同樣係嚇。咁啊，呢一台嘅話咧，而家賣緊係359800，感興趣留言俾我，留低小威小信。我哋都有啊，兄弟。點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甚至 M Power 都有車喺度喎。睇睇 E 級。E 級有啊，你話20萬預算嘅 E 級，早上翻咗嚟一台，我唔知停咗去邊度喎。嗰部好似去嗰邊睇下。嗱，俾你睇啦。193800，你可以留言俾我。阿徐總有冇留咗俾我啦？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。你要留低小威小信俾我先可以發到資料俾你睇喎嚇。你唔留低小威小信，我發唔到俾你睇。19萬幾喎，揸 E 級喎，邊度揾啊？係咪先？精品車況，蚊姐為你保駕護航啊！車況方面，嚟仲有咩車要睇？就喺度喎，喂，就喺度喎。後台出咗少少問題。係咩？覆唔到啊！係，可能要稍等我哋半個鐘。唔係嘛？維護後台。咁樣啊？係啊，後台維護。我後台維護緊喎，你記得留低喎，唔係使我揾你唔到喎。一就揾唔到你哋。點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威小信先得喎，記得喎嚇。嗱呢台咧就係19萬幾嘅 E 級啦，應該冇錯係呢台哦。E 級。係呢台啊。雙眼皮大燈嘅，內飾好特別，好新淨，立標黑色。白色嘅內籠，白色內籠超有質感，必須要睇下。我真係好中意奔馳嘅白色內籠。可能成條海八路都揾唔到。好正啊！成條海八路都可以可能揾唔到第2部咁靚嘅。咁新淨係白龍。你睇下白龍，你可以睇下佢用咗咁多年嘅時間，仲係咁白淨喎，咩問題呢？佢啲質感真係好好。木紋飾板2種木紋飾板喎，你睇下連屏啦。炮筒式出風口啦，都有齊晒俾你，本身都好豪華係咪啊？睇下佢內籠，白籠更加哇！加埋呢個白籠嘅話，真係越睇越中意，好有質感。白色好有質感。你睇下呢個木紋嘅飾板都係有光錚亮嘅喎，哇！化妝鏡又有啦，跟住大天窗又有啦，真係好新喎佢，真係好新喎。點解咁新嘅？你睇下啲座椅新到咩程度啊！真係好新喎，好新。加長加量不加價，19萬幾嘅預算直接帶走去呢一台，啱唔啱使啊？各位老細啊，奔馳 E 級，手快有手慢冇，啱啱先翻嚟嘅啊，係 E 級 E260嚇。點樣揾到車攞資料呢？各位老細點擊右下角小風車睇車2隻字發送過嚟俾我，留低小威小信俾我就得啦。我哋後台維護緊即係唔騷擾唔打擾，俾個報價表你。我哋而家後台維護緊，你要留低小威小信，我要半個鐘之後先覆到你。10零20分鐘到半個鐘啊！10零20分鐘到半個鐘，快嗰10分鐘，慢嗰半個鐘，記得留低喎嚇。嚟俾大家再睇多次我哋嘅車源表啦。呢個係車源表嚟嘅，在售現車而家好多幾萬蚊客戶置換落嚟到200幾萬嘅車都有，免費發俾大家睇。點擊右下角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車1對1為你服務，好唔好？嚟，今日嘅直播差唔多到呢度先咯喎，我哋聽日再見啦，拜拜。